其實都好耐冇試過咁沉迷一樣嘢，直頭係有啲玩物喪志。我早前呢就一口氣睇晒《浪客行》呢一套漫畫，但係值得嘅。睇到最後呢，我係完全控制唔到眼淚。如果你係一個有目標嘅人，無論係徒手健身定係其他領域，你多多少少都係想變得更加強大同埋有能力。而《浪客行》就提出咗一個好深刻嘅問題。究竟追逐強大嘅意義喺邊呢？故事嘅主角官本武藏，佢追求成為天下無雙嘅武士，而當佢終於達成目標，換嚟嘅反而係空虛。直到佢轉念，佢先揾到內心嘅安寧。而最觸動我嘅一幕就係、曾經不可一世嘅武藏，為咗萍水相逢嘅農民，四足投地，苦苦哀求其他人出手相救，為咗佢哋嘅生命而難過流淚。原來官本武藏一直追求嘅唔單係天下無雙嘅劍技，而係嗰個願意為咗其他人而低頭嘅自己。浪客行提醒咗我，自我提升嘅盡頭可以係虛無。我一直忙住追營收、追數字、追更加好嘅能力，但或者真正嘅強大，其實並唔係指你個人能力有幾高，而係你會唔會運用呢一份力量去輔助其他人，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